今年的2月到3月，有一个骇客集团小连续针对国内大型的医疗机构、学校甲企业卡油攻击。检调查发现，讲台湾这个嫌犯甲中国人士斗空，非法摕到个资，维护诈骗集团，有抓到2个台湾人以上法办，其他中国的嫌犯因为是伫境外，会来发布通缉。调查官伫嫌犯大所在查扣的电脑设备有国内外民众个资，检调进一步追查，发现是为者买来。自称是 Crazy Hunter 骇客集团，捌伫暗网被马街病院朋友个资，今年2月到3月之间，入侵马街中期等等亲戚间国内医疗机构，就连亚洲大厦甲有名企业也受害。骇客卡油无成功，就做无本生理，卖个资来趁钱。犯事成员为赵姓路人及刘姓、郑姓2名国人，在扣案电脑中查获数万笔内含大批国内外各资之档案，以及与 Crazy Hunter 集团交易基证。检调发现有2个国人联手中籍人士用价值上百万加币货币，甲骇客集团达成交易，非法摕到个资，转被其他犯罪集团。即摆被抓2个国人涉犯妨害电脑使用罪等罪嫌，获申了3万交保。中国涉嫌对华人士甲骇客集团中籍成员拢无伫境内，也发布通缉。基本的防护，我觉得大家目前都有导入，但是你要更深层一点，或是针对于一些新形态的这种骇客型的入侵，或者是刚才讲到这种 zero day 的这种攻击，事实上，我觉得目前国内的防护可以再增强一点。国内无论公司部门拢陆续遭到骇客攻击，调查局事件各单位爱密切合作，关键建立或者加入治安联防体系，抵抗治安威胁。专家点出，各单位的治安防护拢爱阁升级，伫触发这种犯罪应该加大力头，唔但爱淡化骇客，也免将违法买人轻轻放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